先看哪一个好呢？小蜜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我今天收到牛奶哥哥送我的2本书，我都好喜欢，可是不知道先看哪一本比较好。哇，好棒哦！牛奶哥哥送你书哎，让我来看看。这一本是漫发书漫画书，里面是一格一格的图画，比较好懂。那这一本，这是故事书，有比较多的文字，可是也有很多可爱的插画，很有趣哦。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要先看哪一本。嗨，小蜜，彤彤姐姐，你们在看书啊？对啊，亮亮，你要不要一起看啊？我不要，我最讨厌看书了。是哦，可是这本漫发书和故事书感觉都很有趣哎，一起看嘛。这本不是我最喜欢的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吗？我要看！这本漫发书这么好看吗？那我也要看。是我先发现的，我要先看。停下来，不要抢嘛。我们可以一起看啊！我们先看漫发书，再看故事书，这样不就 OK 了吗？好不好啊？好啊！漫发书漫画书，漫发书漫画书。亮亮，这本漫发书借你看。谢谢彤彤姐姐。4、3、1。那我这本珍藏的漫发书也要借你看。哇，谢谢亮亮！故事书。彤彤姐姐，你念这本故事书给我听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们生了一个小女。这么快就睡着了？难道亮亮是睡王子吗？漫发书、故事书2句你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来了。